AI 科技正在发展，真侪学生会用 ChatGPT 写作业，甚至会和 ChatGPT 开讲交朋友。不过，伫咧美国有青少年去互 AI 使动，行底路自杀。国内立委就和教育团体做伙开记者会，要求这 AI 基本法草案应该爱加入绩效保护的相关条款。甲作文题目交互 ChatGPT， 随家你写出来一篇有感情、有内容的作文。AI 的进步对学生的学习是帮助，也是阻碍。一直有人咧讨论，有教育团体表示，即摆有真侪各中国校的学生，不管是数学、历史、英文等等的功课，看会出来拢是交互 ChatGPT 来写的。我其实现在学生只要交作业啊，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开 ChatGPT， 然后呢直接照抄就交上来了。但老师知道这样不对，可是老师其实最为难的事情是我该怎么教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教育团体建议政府应该把 AI 素养加入课程，透过老师的教学，让学生分辨 AI 的正确性，并且向业者定出来使用的年岁站限制，才袂让囡仔简单就相信 AI。亲像美国就有一个14岁青少年，因为心情郁卒，和 AI 开讲，尾仔去互 AI 鼓励去自杀，造成悲剧。去年呢，美国发生一个震惊全球的案例，就是有一位母亲控告 AI 公司，他旗下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呢，引诱了他年仅14岁的儿子陷入一段情感与性虐的关系，最终导致了他儿子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。教导我们的儿少如何使用 AI 的时候，没有同时的给儿少这个所谓的 AI 素养。我们已经看到校园里面发生了非常多起的同学制作同学的 deepfake 的影像。目前国内 AI 基本法搁伫咧讨论草案的阶段，朝野立委有提出侪版本，立法院当咧审查。7月份，司法部才会提出草案送入去行政院讨论。教育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爱甲未成年保护条款加入 AI 基本法草案内底，透过法律来守护台湾的囡仔。记者陈阿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